你覺得阿 Sam 份人點啊？你講先啦，我講先啊。阿 Sam 老實咯，守規矩咯。阿 Sam 好男人啦，成熟穩重又細心，前途無限。跟住我頭大之後，我都冇乜睇法其實。阿 Sam 都真係好有義氣嘅，但係呢個對於另一半嚟講，可能就唔係一件好事。大男人，唔係佢好堅持己見，份人都幾細心嘅，又識煮嘢食，我食過佢煮嘅嘢食㗎。又客氣喎，成日都招呼我去屋企食飯。咁你對我哋呢對情侶有咩睇法呢？好幸福咯個身形。可樂啊！最初大家識咗咁耐，知道你哋一齊嗰陣時係有啲驚訝嘅。其實兩個對我都好好嘅，因為其實我識梁寶儀先添嘅，不過就同阿 Sam 熟啲咯，即係同阿梁寶儀都熟，係啦。哦係咯，我同梁寶儀係熟先嘅。但係其實見你哋一齊咗咁耐，都見你哋好穩定，其實都幸福係足情嘅，好戥你哋開心嘅。我想講真係超開心啊！我唔知有冇講過同梁寶儀講咧，有一日我發夢咧，夢到阿 Sam 同梁寶儀求婚啦。好假！跟住佢喊咯，佢自己。即係有講。到而家見到佢哋都有一番成就，可以結婚生仔抱孫咁樣，我都覺得戥佢高興。聽日我第二日喺個 group 度，即刻同梁寶儀講：哇！冇得阿 Sam 同佢求婚啊！跟住我喺度喊七彩啊！但係你瞓醒都有喊嘅，記得瞓醒。但係我好有興趣知道，想知咧，你哋第日生出嚟個細路 BB 咧，個頭好似阿 Sam 咁大嘅。都差唔多㗎啦。係咯。係咯，係啊。きっと僕は言う思い変わらず同じ言葉をそれでも足りず涙に変わり喜びになり言葉にできずただ抱きしめるただ抱きしめるほらあなたにとって大事な人ほどすぐそばにいるのただあなたにだけ届いてほしい響け恋の歌ほら夢ならば覚めないで夢ならば覚めないであなたと過ごした時永遠の星となるほらあなたにとって大事な人ほどすぐそばにいるのただあなたにだけ届いてほしい響け恋の歌ほら你覺得阿寶儀係點樣啊？你阿女女寶儀係點樣？係咯。好乖佢。
好善良㗎，善良嘅又聽話嘅女嚟嘅。其實你個好乖㗎，好乖，好聽話。你覺得阿 Sam 份人係點樣？Sam 份人係點樣啊？係啦，即係相處咗幾年啦。嗯。阿 Sam 啊，覺得阿 Sam 都好斯文大方嘅，仲有咧就係好又肯負責任，同埋都好忠情嘅，好忠心嘅人嚟嘅。我睇得出佢係純品人。純品啊！哦，係啊，想爽你情啊，係咯，爽都話係咯。係啊。咁如果嚟緊9月2號同阿寶儀求婚，你哋有咩感覺呢？咁咪好咯，大個女啊嘛，大個仔啊，都要建立一個幸福嘅家庭啊。大家係咯，你如果相處得認為都 OK 嘅咁嘅嘢，應該都係要結婚嘅。